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在主日的信息，我希望能够跟大家分享主耶稣基督所讲的比喻：新酒跟新衣服。这一个新酒跟新衣服的比喻，是有关于福音的大能，也关于天国的影响力。盼望这一段的经文能够唤起各位弟兄姐妹在我们一生的信心跟祷告的态度。让我们在神的面前，通过今天的经文，我们跟神求新的生命。那主要的两段经文，第一段的经文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也是有助于我们祷告的一个经文的应许，是记载在诗篇第16篇第5节跟第6节。诗篇第16篇第5节跟第6节，他谈到的是上帝所量给我们生命的杯，跟上帝所量给我们生命的应许应许之地，是在坐落在美丽之处，是在佳美的地方。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是神量身定做给我们的生命，而且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也是超乎所求所想的预备。所以在今天，我要通过诗篇第16篇第5节、第6节来连接到路加福音第5章36节到39节，就是耶稣基督新衣服跟新酒的一个比喻。他谈到的就是一个新生命。保罗谈到耶稣基督的这个比喻的时候，他有一个非常肯定，而且让人一听就懂的一个比喻。他谈到的，若有人在耶稣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更新太旧是耶稣所谈福音对人生命的影响。更新太旧就是让人脱离了旧传统、旧思维、旧品格、旧灵性，能够进到一个新生命的里面。保罗诠释耶稣基督的福音，诠释的非常的浅显易懂。在今天的主日，让我们一起通过默想经文，通过圣灵所带来的感动，也通过我们内心的一个回应，我们就摆上我们的生命的杯，我们向主高举我们生命的杯，来尝尝看主恩的滋味。穿新衣，饮新酒；穿新衣，饮新酒。这是我们对自己的生命的一个渴望，恳求神赐给我们新的思想模式，是一个正面的思考模式，不再是一个负面的旧思维。愿神与我们同在，在今天的敬拜的当中，带给我们一个品尝新酒，就是福杯满溢，也就是圣灵充满的新生命。我们结合今天的经文，我们一句一句来默想主耶稣基督到底在这个经文的比喻当中，他要跟我们谈什么样的信息？在这一段的经文当中，他谈到了新旧的生命是互相的不协和、不合调，而且生命的力量是不一样的。因为新的生命是一个有张力，新的生命是一个它有一个新的动能的生命，所以它放在一个旧的传统跟旧的习性的里面，它会成为一种张力。它会让你的原来的体质受到冲击，的确是这样子。让我们在神的面前跟神求说：主啊，你赐给我的新酒，这个新酒是一个活泼的生命，是一个有弹性的生命，它能够越发的发酵。在这个地方，他所谈的发酵，就是生命会越来越成熟。这个生命是有圣灵的大能，它不能够受人的旧思维所局限。反而它会带给人这种旧思维跟新思维的冲突，以至于人没有办法接受耶稣基督所带给我们这种创造性的一个改变。让我们在神的面前聆听耶稣基督为什么说新酒要放在新皮带的里面。意思就是上帝国福音，就是天国的福音，它不能够受旧的思维的捆绑。神的话语不受捆绑的意思，就是神的话语不再受人的意念，也不再受旧的习惯跟旧的思想来捆绑。让我们在神的面前将自己的生命摆上，我们打开心门，呼求耶稣基督复活的灵将新的生命穿在我们的身上。那么新衣服是代表什么呢？让我们在神的面前来思考，什么是耶稣基督所谈的新衣服，什么是耶稣基督所谈的新酒呢？
在圣经里面有关于衣服的图像，如果我们能够串珠引用这些旧约跟新约的经文，我们就明白在旧约里面他谈到了一种祭司在圣殿里面服侍神的时候所穿的祭司应该有的他的规范，他带着以弗得，以弗得就是带着他的祷告跟敬虔的心，都有他信仰上的意义。到了新约呢，凡得胜的人必拥有必穿到耶稣基督的圣洁的白衣。所以在不论是在旧约跟新约都谈到新生命就是这一个新的服装，主耶稣基督本身就是这一个圣洁的新衣。让我们聆听保罗他谈到说，凡接受洗礼的人就必披戴着耶稣基督，披戴着耶稣基督就是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以圣灵的感动为唯一的思想，然后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就穿出了神的性情跟神的良善跟美貌。在新旧约里面有许多的图像谈到了上帝给人的新衣裳，新衣裳他谈到的就是公义的袍跟圣洁的衣服，救恩的衣服。愿我们在今天的祷告，我们向神摆上说，主啊，求你用救恩为衣，就公义为袍，让我们的生命能够穿戴圣灵的军装，能够穿戴的得胜的圣洁的白衣，让我们的一生能够跟随主耶稣基督一同在圣洁的道路上同行。衣服它预表的人的生命的不只是外在，而且是内在。我们说服装有内在的服装跟外在的服装，至少在圣经里面我们可以联想到几个有关于生命的这种服装。第一个，我们的品格，我们的信仰就是一个基督徒应该有的属灵的服装。第二个就是心思意念，我的思想。第三个就是我的灵命。有信心没有行为，生命是死的，因为我们的灵魂是通过品格、思想跟灵命的展现。一个内在的人是良善的灵，他所展现出来的不论言语、思想跟他的外在的行为，都会充满了怜悯、公义跟慈爱，这就是灵命。再过来是恩赐，上帝赐给人的衣服，就是圣灵所带给我们的恩赐。上帝以恩赐为衣，让每一个他所拣选的仆人能够带着这个恩赐来服侍上帝，也服侍众人。所以圣灵的充满代表了我们穿戴的就是各种的属灵的恩赐，能够有智慧、聪明、磨练能力跟知识，而且有敬畏神的心。各位弟兄姐妹，新的衣服另外一个也代表了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一个新的身份。有一种属世的服装，有一种属天的服装。神带给我们的这一个身份，也代表我们的身份、我们的命运。神以公义为袍，神以救恩为衣，就是神以他的恩典为我们生命的服装。别人看到了我们的生命的时候，他们就赞叹说，这一个人他的身上带着神恩典的记号。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的命运将脱除那忧伤的服装，就是在我们的举行告别式丧礼的时候所穿的传统的文化的服装。神要让我们脱除了这种哀伤的衣服，穿上了赞美的衣服，让我们穿到了神的平安的服装。所以有许多人他说，我的命运不好，我穿的命运不好，说要去算命跟改命。其实基督徒在神的手上，神给我们就是这种拯救的衣服，它能够破除我们生命的绝望跟我们命运当中的自哀自怜。让我们在今天跟神呼求说，神啊，求你，第一个我们跟神求说，求神赐给我一个量身定做的生命的服装，别人看到我就知道神用荣耀恩典以我恩典的记号，让我带着神的圣洁跟良善，别人就知道凡是归于耶和华的，没有一个是世俗的，不属于世界的。我们在神的面前就这么祷告。第二个祷告，求上帝帮助我们的生命能够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保罗在谈到新旧的时候，他谈到非常好的一个比喻，是记载在哥林多前书第13章。他说，我小时候
我做孩子的时候，我的心思意念、我的言语、我的性情，就好像小孩子一样，不论是幼稚、无知跟耍赖。但是我既然长大成人，我就脱除了这些幼稚，就带着上帝所赐给我新生命的服装。各位弟兄姐妹，就是新旧的差别，也就是成熟跟幼稚的差别。让我们在神的面前跟神求说：神啊，让我能够在你的恩典当中，能够更新太旧，将不合神你圣经话语的旧思想，能够脱除，我能够穿戴上帝你所赐给我的一个天国福音的信息，让我在你的面前能够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新旧的比喻，他比喻还属耶稣基督被他的宝血所遮盖、所洁净、所拯救的人，就不再属于这种奴隶为奴之子，反而要成为神的光明之子。所以新旧比喻人生命的一个更新，重新回到神所起初创造的那种荣耀跟恩典的生命。这个生命不只是一个外在而已，这个生命是从内而外的圣灵的改变。所以保罗谈到了这个更新太旧的时候，在罗马书第7章第6节，他谈到人的新生命，人所穿的新衣服，就是一种心灵的新样。心灵这一个字在希腊文里面，他使用的那一个字是圣灵。当一个人穿着了新衣服，就是穿在了耶稣基督的新衣服，穿在了圣灵所给我们的新的思维、新的品格、新的灵命，也新的态度。各位弟兄姐妹，当我们拥有圣灵充满的时候，我们的内在我们就参透了神的奥秘，不再被文字所捆绑。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一个福音的大能，就是要带领读不懂神话语跟应许的犹太人，因为犹太人苦苦的守着他的旧约的遗文。所以在保罗的第7章第6节，罗马书第7章第6节，他所谈到的这个遗文的旧样，他指的是指文字的旧样。比如说在旧约里面，摩西五经，有些人守的就是照着字面的意思去守着那个原意，当然他8、9不离10，不会差太多，但是其实他读不懂。所以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他说安息日是为人而设立的。所以犹太人就突然眼睛一亮，或者心里不以为然，他就抗拒了耶稣基督，说安息日是为了人跟神相遇所设立的，这个苦苦的条文不是来捆绑人。所以人不是为安息日而设，本末倒置。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在圣灵的帮助当中，我们按着自己的手说：主啊，你不但是给我一件新的量身定做的衣服，你也是给我新的心思意念、新的智慧、新的品格跟新的灵命，让我一读就懂。这个就是知识的灵，它能够超越了文字的旧样，能够带着圣灵的新样。那我们在神的面前跟神求说：主啊，在今天的礼拜当中，我第一个恳求你，为了我的生命量身定做，因为你差遣我是照着你自己的意念跟计划。主啊，为了能够成就你的计划跟意念，能够成全求你赐给我一个真的能够带领我合乎神所喜悦的这个量身定做的衣服。主啊，我用诗篇第16篇第5节来向你祷告。主啊，斟满我生命的杯。所以大卫是一个非常懂得如何祷告的人。他说：我高举了救恩的杯，我就尝到主恩的滋味。主啊，你圣给我，你真给我的酒，这个酒是圣灵的大能，是天国的大能，是福音的大能。主啊，求你斟满在我生命当中，让你新的智慧，原来就是你的智慧，能够更新我的旧思维跟旧观念，是一个量身定做的恩典。主耶稣基督带给我们的新酒跟新衣服，也是这个意思。各位弟兄姐妹，在为各位来与各位分享这个经文的时候，我也带着祷告的心，能够为在线上的所有的弟兄姐妹祷告，求上帝赐给你的孩子，赐给你的家庭，赐给你，都是神量身定做的。就如同保罗说，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
是超乎所求所想，是眼睛所未曾看见，耳朵所未曾听过，也想象不透的，是圣灵所带来的属灵属天的一切的恩赐，让我们在神的面前来领受这种量身定做的祝福。所以我们回到今天的旧约的经文，在这个地方他说，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当我向他高举这个生命之杯的时候，主就用他的恩典跟他的灵来充满我。这是他所赐给我的，也是他为我所持守，而且是他所量给我的。他说，用绳子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是神的光明之子，神为我们的一生有所预备，有所带领，让我们在神的面前就领受这个所丈量给我们的杯跟这一个应许之地。我们来品尝神所赐给我们产业的滋味，让向着耶和华说，神啊，你真好。以赛亚书第61章第10节，他谈到了上帝应许通过他的作为，带给为奴的以色列人一个新的生命、新的名字、新的身份。启示录也谈到得胜的人将有一个新的名字在他的额头上，在他的生命上将穿上了一个圣洁的白袍。其实在以赛亚书第61章第10节早就很清楚的谈到这个应许。他说，神将要以拯救为衣，意思就是用救恩作为我们恩典的衣服，他要以公义为袍穿在我们的身上。各位弟兄姐妹，这是这么美的一句话。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他带给人的是一个福音的大能，他带给人的是一个脱离这个世俗的世界，我们不再成为这个黑暗之子，受黑暗权势的干扰。我们在神的面前穿拯救的大衣跟公义的袍，我们在神的面前将因着圣灵的充满，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心地、我们的心里面每一个角落将充满更新的大能，成为一个新天新地，不再有哀哭，不再有痛苦流泪。我们在神的面前领受天国临在的那种圣洁的圣洁的圣洁的生命。所以彼得说，当这个新天新地由天而降，新的耶路撒冷有义在其中，有义居在其中，我们的生命将让神自己的性情跟神的他的本质跟神的大能来充满。各位弟兄姐妹，这就是耶稣基督所谈到的新酒的他的样式。因为这个新酒将胀破了教会的旧的传统跟教会旧的一种习性，每一个旧的习性，它没有办法承受上帝福音天国的这种更新的大能。让我们在神的面前来伸出祷告的手，跟神说：神啊，在我的生命当中，我需要你来自于真理的公义。你的真理的义，就是上帝的义，将居在我的生命当中。我在你的面前做了2个祷告。今天的礼拜当中，这个经文的信息，我要邀请各位弟兄姐妹做2个祷告。第一个就是求上帝为我们量身定做天上的恩福，求上帝为我们量身定做天上的恩福。第2个祷告就是求圣灵帮助我们穿着。我们从此开始，从今天直到世界的尽头，我们的生命就要穿着圣灵的服装，穿着耶稣基督。保罗说，若有人接受洗礼，就必穿的披戴基督。各位弟兄姐妹，主耶稣基督不只是用水为我们洗礼，主耶稣基督用他的宝血来成就了救恩。所以保罗说，主耶稣基督的洗礼，它不只是水的洗礼，它是神的洗礼，是圣灵的洗礼是重生的洗礼。这不是人所能给的。所以主耶稣基督赐给我们一个新生命的时候，他赐给我们来自于天上的圣洁得胜者所穿的圣洁的细麻布，就是耶稣基督自己的生命。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来从这个经文来懂得我们怎么样开始我们的祷告。量身定做是神为他的孩子所预备的。神赐给人的所有的恩赐不尽然相同，有些人有口才的恩赐，有些人有思想的恩赐，有一些人有技巧，有一个手艺的恩赐，有些人有内心的温柔的恩赐。每一个人的恩赐将被神所使用，是不一样的。
所以古老的灵修传统鼓励人认识自己，认识神，通过圣灵在我的里面找到神所我预备的恩赐，就是内在的黄金。所以古老的灵修长辈，他们经常说，当你认识自己，神所已经为你预备，早就在你出生的时候，神就已经为你预备的内在的黄金。各位弟兄姐妹，神为我们预备的是一个宝贵的，是美好的，是相称的，是合宜的。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只不过是用他的灵来唤醒沉睡的人。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是用他的灵来唤醒沉睡的人。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是用他的宝血来洗净人被污秽的灵魂，让我们能够重新用新的生命来面对上帝。所以今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时候，我们可以默然的站在教堂的里面，我们可以默然的伸出我们的双手，我们在神的面前张开我们属灵的眼睛，跟主耶稣基督说：主啊，我站在你的面前，我将我自己的身体摆上为活祭，求你为我丈量，赐给我你的计划、标杆跟你圣灵的同在，让你的意念成为我的意念。主耶稣基督赐给我量身定做的祝福，我在你的面前也摆上我自己的生命，我的内心所有的角落，没有一处不受你所掌管。主耶稣基督，我将我的自我从内心里面拿出来，我将我自己献给你摆上。主耶稣，我也恳求，当你拥有我的时候，求你将你的生命也赐给我，让我失去了自我的骄傲，让我失去了那曾经干扰我的那种黑暗的负面的思想。主耶稣基督，求你裂天而降，从天降临在我的内心当中，斟满我生命的杯，如同大卫在诗篇23篇说主将用油膏抹我的头，他要赐给我生命的湖杯，让我的湖杯满溢。各位弟兄姐妹，神量给我们的是极其美丽的，实在好的无比。在诗篇第16篇第6节，他说：我的产业实在美好，是好的无比的生命。让我们在神的面前来领受神所赐给我，这是世界上没有办法给我们的，是父母没有办法给我们的，只是这世界上的君王没有办法给我们的好的无比的产业。让我们在神的面前安静地领受，因为神对他的仆人耶利米说：这是你配得的，这是你当得的，这是我量给你的。当你呼求我为你天上的父，我就为你量制在生命当中的一切你将要使用的恩赐。所以保罗他谈到了神的恩赐的时候，他谈到了耶稣基督的作为。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第4章第7节，他谈到了耶稣基督的作为。他说：你们个人蒙恩都是照着耶稣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各位弟兄姐妹，好不好？在今天的礼拜，我们每一个人向神敞开我们的双手，我们跟神说：神啊，求你量给我生命的恩赐，也量给远距离在云端的我所不认识的弟兄姐妹。不论是谁，在今天听到的圣经的话语，也受了圣灵的感动的时候，他就跟神说阿们，他就领受了圣灵穿过万世千秋万世所应许神量给人生命的恩赐。让我们在神的面前来思考，神给我们的生命的衣服，它代表什么呢？刚刚我有稍微跟大家做了第一次的解释。我们生命的衣服在圣经里面有许多的图像。第一个是我们的品格现在的人穿衣服岂不是展现自己身材的体态的美丽我们穿衣服岂不是彰显我们的身份吗？所以衣服也代表一个人的身份地位，也代表了人一个生命的美丽。各位弟兄姐妹，所以这个衣服有它的图像在圣经的教导。第一个，我们以品格品德为服，我们要进到神的圣殿，我们必须要穿敬拜的衣服。那个敬拜的衣服，在古老的灵修长辈他们所谈的就是品德。他说，没有品格的人，没有品德的人，没有办法进到圣殿。因为圣殿的门第一把钥匙必须用品德来开这个生命的门。各位弟兄姐妹，衣服代表人的思想，代表人的品格，代表人的灵命，
代表人所内在的隐藏的恩赐，也代表了身份。更重要，神给我们的衣服是代表神的所设立我们是他的光明之子，是天国的神圣的族群跟后裔，所以是代表我们的命运。我们不论被差遣到什么地方，人看到我们就是一个神的恩典同在，神的大能同在，如同但以理。当他面对国王的时候，国王说：我听人说你是一个被圣灵充满、内心光明的人。各位弟兄姐妹，这一个国王谈到但以理的图像的时候，他谈的不是这个君王所赐给他的这个多么豪奢的一个衣袍，他谈到的是他的内在有圣灵为袍。各位弟兄姐妹，这是圣经所谈到生命的图像。我们可以根据这个图像来跟神求说：主啊，求你赐给我品格；主啊，求你赐给我心思意念；主啊，求你赐给我圣灵的记号；主啊，求你赐给我各样的恩赐。我不是因着我穿的哪一个名牌的衣服，别人就对我产生羡慕，而是他们看到我内在有耶稣基督。懂得祷告的基督徒经常这么祷告说：主啊，求你赐给我那种生命的记号，当别人看到我的时候，就从我的身上看到了荣耀的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生命的那一个最贵重的、最华丽的、最圣洁的救恩之袍，救恩的衣服跟公义之袍。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用这几个了解在神的面前祷告。就如同被设立为神跟众人在世界上站在神，代表神站在这个世界上的一个祭司，在古老的祭司他们穿着一个祭司的袍。如果你到不同的传统的教会，你会看到牧师跟神父所穿的衣服是不一样的。我们基督教长老教会，我们经常牧师称这个黑袍为一个小礼服。这个小礼服代表我的生命是有罪的，但是神用他的洁白，用他的话语，用圣灵来高抹我。神用他的宝血来洗净我，让我带着一点点的盼望，我能够讲这个圣洁的话语，我能够追求圣洁的生命。你到天主教，你就看到了天主教的神父，他穿的天主教的修士的那个袍，而且会有一些装饰。各位弟兄姐妹，他们带了不同颜色的这个领带、领巾。这个领巾它会象征的不同的节庆跟不同的意义。白色代表信心，它绿色代表真理，那红色代表代表慈爱，绿色代表盼望。所以各位弟兄姐妹，这个代表我们生命的图像。让我用旧约的祭司所穿的，在至圣所里面所穿的以弗得。以弗得是谈到祭司在他的胸前，他用上帝所指定的12块的石头，不同的宝石，就缝在他的这个外袍的外面。它代表了站在上帝跟众人的面前，将12个支派，就是将神的子民摆在他的祷告当中，将神的子民摆在他的心思意念当中。他忽视神，也忽视了神的百姓。这一个每一颗石头，每一颗的石头都代表了我们的灵命，每一颗石头都代表了我们的一种特定的品格，每一颗石头都代表了我们敬畏敬虔的思想，每一颗石头也代表了上帝所预备的隐藏的宝石恩赐，每一颗石头也代表我们心中真实无为、圣洁无为的敬虔的心。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按着手为自己祷告说：主啊，赐给我这个属灵的军装，赐给我这个属灵的外袍，让我带着敬虔圣洁的心来跟随你。是用我的灵，是用你的灵，你的灵充满在我的里面，来更新，让我的灵得到健康。主啊，求你怜悯我，洁净我，更新我，让我生命的遗文旧样能够洗净，成为新造的人，在神的面前结出悔改的果子，在你的面前结出耶稣基督福音相称的果子。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穿上福音的袍，来象征着我们的悔改的心。我们从此以后行事为人就与福音相称。各位弟兄姐妹，量身定做最大的美好，就是神用福音来量定我们的生命。
神也用天国的种子来为我们缝补，为我们装饰神所给我们悔改的相称的心，叫我们从此以后我们行事合一，让我们从此以后我们的心思意念合一得体，说好话，做好事，想好意念。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在神的面前能够行事合一，是合乎神所喜悦的，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让我们在神的面前高举我们生命的杯。新衣服代表了一个圣洁的身份，新酒代表一种内在的能力，由外到内。当我们饮新酒的意思，就是我们就领受了圣灵的充满，我们就领受了圣灵的改变跟圣灵的帮助。所以最让我们震撼的一个记号，就是五旬节降临在耶稣基督的门徒的时候，照着圣经的记载，众人就看到他们的生命发生了不一样的事情，大家就赞叹，不晓得发生了什么。他们说，莫非他们已经喝足了新酒？所以他们以为这群人是酒醉了，他们的生命带着能力，带着新的语言，新的一个样式，那个热情让人觉得那种热情是一种饮新酒后的醉酒的一个状态。不然圣灵所带给我们的是有一种新的大能在我们的里面，但是这种的大能不是来自于酒醉，这种新的大能是因为神在里面有一种眺望的，是圣灵运行的新的热情，新的大能。让我们在神的面前高举我们生命的杯来跟神求。神啊，你不但量身定做，而且是你斟满了我的杯，你斟满了我的库房，你斟满了我的酒池，如同所罗门在他的箴言第3章第10节，他说：神应许他必使世人的仓房，就是库房，能够充满到有余，就是壶杯满溢。神应许人的酒池能够有新酒孕溢，让主的圣灵从内而外的洋溢出来。各位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今天一同领受跟祷告。那第二个，在今天的祷告当中，我要邀请各位弟兄姐妹，从此之后要穿着一个合乎我们生命的新的样式。若有人在耶稣基督里，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我们不再受旧习惯的捆绑，不再做罪恶的黑暗的意念所捆绑。我们不再成为一个罪的奴隶，反而成为得释放、得自由的神的光明之子。这个叫做披戴耶稣基督。我们要穿新衣，饮新酒，做新事。穿新衣，饮新酒，做新事。让我们在这个新的世代，我们在神的面前为自己生命的改变来祷告，恳求耶稣基督的灵，就是复活的灵，进到我们的里面，让我们成为新造的人。我们就呼求耶稣基督，从此以后活在我里面的，不再是旧的我，而是新的我；不再是旧的我，而是主耶稣基督在我里面活。所以耶稣基督谈到了新衣服，他谈到就是旧的人、旧的思想，但是他也谈到一个新的人，是耶稣基督自己，也是一个被耶稣基督宝血所拯救新的我。各位弟兄姐妹，让我的旧的人能够与新的人能够合而为一，让我旧的小孩，在我内心的幼稚的基督徒，能够跟圣灵合而为一，成为新造的人，让一切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上帝在以赛亚书说：我将要做新事，你们将要发现。各位弟兄姐妹，等着看上帝的作为，等着上帝所赐给我们生命的平安，将我们里面的这个焦虑的人，我们带到神的面前。我们跟焦虑的自我，一个骄傲的自我，一个无知的自我，一个被情欲捆绑的自我，一个被黑暗所辖制的自我跟旧习惯，如果有我们改不掉的习惯，好不好在今天的礼拜，我们恭恭敬敬的在神的面前坦然的，没有人知道，但是我们为自己生命的改变摆上这个祷告，说：主啊，我将这一个被捆绑的黑暗的心灵向你高举。主啊，求你用你的宝血来洗净内在的我内心的，不论是一个黑暗的权势的捆绑或焦虑。主啊，释放我，斩断这个链锁，
让我在你的面前没有改不了的习惯，没有不能向善的习惯，没有不能在光明当中行在光明当中的光明之子。主啊，求你赐给我，我能够穿戴主耶稣基督的平安跟喜乐，焦虑跟恐惧离开我的生命，离开我的家庭，离开我的孩子。这个叫做脱去了忧伤。在这个地方，大卫在他的诗篇第30篇第11节，他说：上主将使我的哀哭变跳舞，将使我的麻衣脱去，给我披上喜乐。麻衣代表告别式丧礼所穿的那一种悲伤的服装，麻衣代表在丧礼里面在穿的那种悲伤的服装。神脱去了我们的一切忧伤，神用他的恩典，如同那一个父亲看到浪子回头的时候，他亲自将他的袍子就穿在那个浪子的身上。我们跟神说：神啊，我不配，我得罪了天，我得罪了你，我不配成为你的孩子。但是他跟我们说：傻孩子，我永远是你的父亲。他脱去了这种的绝望，他脱去了死亡，但是却给我们华冠，穿上了新衣服。他说：我赐给你喜乐的灵来代替尘灰，我赐给你喜乐的油来代替悲哀。从此以后，你要穿着这种圣洁的白衣来赞美我，你要用你的生命，用你的灵来赞美我，来代替忧伤的灵。各位弟兄姐妹，在此时此刻，我们跟神说：神啊，我感谢你，虽然我还没有这样子祷告，但是你通过圣灵带给我这个应许的话，主啊，我需要这种用赞美的衣来代替忧伤的灵。恳求你与我们同在，除去我的旧习惯、旧传统，让我能够成为展翅上腾的一个能够奔向地极的神你所喜悦的老鹰。主啊，我要展翅上腾，求你赐给我，我能够到地极来寻找你，我能够回到天的尽头来看见神你的荣耀。主啊，求你释放我，让我在你的面前，在今天此时此刻，我穿上新衣，饮上新酒。主啊，我要穿戴你在十字架上所量制的那种拯救的袍，跟拯救的衣服，跟公义的袍。这是我今天的祷告。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一同成为神用他的拯救的衣服跟公义的袍为我们披上的孩子。让我们回到神的家，享受天父的爱。我们同心来祷告。上主耶和华，我们虽然不配，但是你称我为你的孩子。在今天的经文当中，我听到上帝你对万事所有的你的孩子所应许的话语，我深深相信，你量给我的碑，你量给我的地，应许之地，是坐落在佳美之处。我也深深相信，你所量给我的新生命的服装，是何等的美善。主耶稣基督，从今天开始，不论我何去何从，愿我穿戴你的救恩，愿我穿在你的圣洁，愿我穿在你的荣耀。不论我何去何从，主耶稣基督，求你使用我成为你的器皿，让人看见神你自己的荣耀，让我在人身上看到耶稣基督你的拯救，让我穿新衣，饮新酒，领受圣灵的充满，成为主你忠心的仆人。我们如此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